很开心，我们在新的一个礼拜，跟你的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我们来安静，来预备心，来为以下的事情祷告。首先，我们为自己的罪来祷告，不管是在生活当中所犯下的，或是心灵层面，都求主赦免。我们一起来为了以下的罪，来求主赦免。一起开口来祷告。
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心敞开在你的怀抱当中。主耶稣，求你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主耶稣，我们心渴慕你。主耶稣。进到我的生命。
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接近你，主啊，我的不是救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接近你，主啊，我的不是救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接近你，主啊，我的不是救你，主啊，我的不是救你，主啊，我的不是救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我们大大的来渴慕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要一生不离开你，我们一生要来跟随你。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是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是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是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啊，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广阔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广阔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在这跟主说，主，你是我的一切，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罪，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命，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主耶稣，
主，我愿意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充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充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谢主，因为你的爱有多高，怜悯有多深，恩典有多宽，是要我们跟随你，要我们不离开你，才能体会出来。神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也是要跟主走上生命的道路，我们才能完全的体会，完全的拥有，完全的得着。是的，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生命的来源是从你而来，让我们一切生命所拥有的也是主你所赏赐的时候，我们就会全心的跟随你，也是一生永不离开你。但是主啊，是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是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是给我们这样全然的体验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一起同心敬拜，用诗歌赞美，一起祷告，一起读你的话语，一起领受从神来美好的指示。主啊，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融入主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丰富的，我们是多么的富有，是因为有生命，丰盛的生命。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蒙神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得着满满的祝福，满满的恩典，满满的力量，也通过你的话语，我们得着信心以及盼望。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本周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第7节，会众我们一起来念。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2只船靠在船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起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他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练，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手叫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献诗，本周的献诗是由提摩太牧区带来献诗。献诗的曲目是选择来赞美。献诗结束，将由我们今天的主理玉山神学院池一平总务长来为我们信息分享。分享的题目是开到水深之处。哦。
年轻，太活力了哈。我们说提摩太，我们都大声说耶，好不好？好，提摩太。今天很感恩了哈。第一堂礼拜呢，是由我们蓝诗班唱的，他们这个是南美洲的诗歌。那第二堂呢，你知道他们青年唱什么？哦嗨耶是什么？哪里的歌？啊？好，大家用猜的。他们当然还跳那个山地舞啊，原住民的歌哈。所以刚好都不同的民族的风味，赞美神哈。那我们期待我们的青少年呢，这个更有活力哈。他们下一次要站到前面来唱，哈，会更有活力哈。感谢主。今天呢是我们的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很难得哈，特别是他们神学院的总务长，就是我们的池一平总务长，特别来到我们当中，要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特别呢，我们关心这个神学院有2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是玉山神学院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以栽培原住民的牧者或是事工人才的学院。在偏僻的花莲，在寿丰乡的一个鲤鱼池潭畔，风景非常优美，但是也是不简单，因为就在整个山坡地盖了整个学校。好，那我们知道最出名的他们的前任的院长就是高俊明牧师，后来有一位院长，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道者池一平总务长的爸爸，叫池汉鸾牧师，也担任过这间神学院的院长。那感谢主，这个神学院4月的时候发生了地震哈，那有受一些损害，但是感谢主，他们能够赶快恢复哈。那池一平总务长要来分享神的话，也要见证这一个学院他们的需要哈，以及神的恩典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池总务长，我们拍手欢迎他，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从玉山神学院过来，玉山神学院是培养原住民的学校，所以今天圣歌队是不是跟我标场？对啊，但是可惜我不是原住民，我是客家人，所以不好意思了，我没办法用原住民的话跟你们标场，但是我希望今天我的讲道能够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一场国语礼拜，在富强教会是我今年最后一场在出外募款的最后一场的讲道。每到每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问我有关于地震的事情，但地震上面我实在是不是很愿意提起。但是刚刚牧师有提到我的父亲，我也想要跟你们分享一段地震的经历。04、03早上7点多，花莲大地震。那时候我还在家里，我抓着我的老婆从3楼的地方往1楼的地方冲。地震完以后很多余震，所以我出门以后，然后到了大马路上面，在一个差不多10公尺离我家的地方的大马路的十字路口，去那边等待。余震还是不断的继续。过不久，在接近差不多80公尺左右的地方，突然烟雾弥漫，然后接着消防车跟救护车就不断的在我面前经过。有人骑摩托车过来说倒了，我才知道天王星倒了。接着4月14号，我的父亲，我敬爱的父亲离开了人世，带着非常悲伤的心情，在准备他的后事的时候，4月22、23号又来2次大地震。这次的地震也没有很大，只是把我当时站在十字路口上面旁边的那一栋建筑物让它倒下来的那一栋就是富凯大饭店。
接着在那清晨的3点，我被撤离，我从此就过着漂泊在外面生活的日子。所以当我在准备我这一篇道理的时候，到最后我发觉他不止在想要激励人，同时他先激励了我自己。所以我今天最后一场，我才把这地震在这整个4月份我无法忘记的4月份，然后要跟各位分享，也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讲道能够我们彼此一起激励对方。今天我们圣经节出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1节到第7节，事实上整个故事是应该是第1节到第10节。这是有关于得人如鱼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都非常了解，对不对？从小到大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那这边我就不再重复。圣经里面对关于鱼的故事其实并不多。在旧约里面有关于鱼的故事，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约拿的故事。他被一条大鱼咬了，然后吃下去以后，在肚子里面生活了3个晚上。在新约里面，除了我们今天得人鱼的故事，就是5个饼2条鱼的故事。那我今天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有关于鱼的故事。我本身目前聚会的教会是在花莲寿丰教会。寿丰教会是距离玉山神学院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的车程。在2003年的时候，寿丰教会要庆祝社教50周年，同时间他们也面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信徒只剩下8个人。所以在年底的时候，他们决定要把寿丰教会关起来。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把一间教会关起来，所以他们推派了其中的唯一的一个长老，要去到花莲市找我的父亲，想要去询问一下怎么去关一间教会。那时候我父亲是退休多时的牧师，所以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就问着我父亲说：“请问池牧师，一个问题。牧师，你曾经开拓很多间教会，也牧养很多间教会，而且在总会当过职，甚至于在玉山神学院当过院长。刚刚牧师有提过，所以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他常常会发出一个很和蔼可亲的笑容，他就看着那长老说：‘你说吧。’然后那长老就说：‘请问牧师，怎么样关一间教会？’我爸爸当场哑口无言，他不知道怎么样关一间教会，就询问说：‘你的意思是指寿丰教会吗？’那长老说：‘对。’我的爸爸就把眼神望向我的母亲，因为寿丰教会跟我的母亲有很大的连结，他从年轻开始就是在寿丰教会。我母亲带着心酸而且不舍的心情看着我父亲的时候，她说：‘这样好了，我们2个老的来去义务帮寿丰教会好。’就是这样子，我父亲从那一刻第2年的年初开始，就2004年的开始，就开始在寿丰教会帮忙。他每个礼拜都这样开车从花莲开车到寿丰教会，超30分钟左右。然后去帮助寿丰教会，把旧的信徒一个一个找回来，带着那8个信徒，再加上许多新的信徒，开始一个一个开拓，甚至有一群人从花莲跟着我父亲到寿丰教会聚会，竟然在1年7个月后，寿丰教会从一个50几年来都是知会的情况之下，升格为堂会。升格为堂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教会能够聘请自己主意的牧师，但是依旧
找不到任何一个适合的牧师。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我父母还是依旧在受丰教会服务。有一年，我的妹妹带着她的小女儿回到花莲去看我父母。那时候我妹妹是在台北的中山教会当牧师。到礼拜天的一大早，就被我父亲从床上叫起来，他载着我妹妹跟她的女儿还有我妈妈4个人开车到受丰教会。到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把一把扫把递给我妹妹说：“你从这边扫过来，我从那边扫过来。”接着拿着抹布，把每张桌子擦干净。有时候讲到这一段，然后想到我父亲，难免不好意思。接着把讲台亲自擦完以后，准备周报，然后圣诗等待的信徒来到礼拜堂。接着我母亲是在厨房里面准备着爱餐，中午的爱餐。我妹妹心里看着她，心里很感动，也很不舍。她就默默地跟着上帝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我怎样可以帮助他们。”就这样，她回到了台北。有一天，她接到了教会长老的电话，询问我妹妹说：“你愿不愿意回到受丰教会当牧师？”我妹妹毅然决然就带着她女儿离开了台北中山教会，到受丰教会去当牧师。她成为受丰教会50几年来第一任的驻堂牧师。她的先生在第2年也辞职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台北的工作，回到受丰教会帮忙。他的女儿渐渐长大，到了入学的时候，他就把她送到受丰教会的旁边的受丰国小开始念小学。日子开始经营受丰教会，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过。有一天，他女儿回到家里的时候，竟然表现出完全无法接受的行为，还有言语。他们夫妻发觉得很惊讶，甚至开始怀疑他们回到受丰教会的是不是属于上帝的旨意。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寻求答案，所以他们决定到受丰国小去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情况。当他们到受丰国小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老师，找到了校长。当校长指着一群小孩子在放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来接。受丰国小的校长才告诉他说，这群小孩子都是来自出于问题的家庭，不是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原住民家庭，没有的话就是外籍妈妈的家庭。他们很多人根本没有来接这小孩，让这小孩子自生自灭，甚至于来接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是喝醉的情况之下。那时候我妹妹的心里才突然发觉，有一个声音对她说：“难道你不能爱这些小孩，像爱你的女儿一样吗？”她开始渐渐才知道怎么样认同在地，所以她决定每个礼拜到受丰国小去讲故事，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而且成立了陪读班。渐渐的，陪读班让很多人知道了受丰教会，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在这中间，包括有许多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团体跟个人都到受丰教会帮忙过。同时间，教会的信徒也因为大家认同社区整个认同我妹妹所做的事情，然后信徒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那时候我从国外回到台湾参加受丰教会的时候，我如果晚一点到，我根本没有位置坐，我甚至不是要坐到另外一间是在看电视的房间，没有话就要坐到外面去。
有一年的过年的前一天，除夕围炉的前面，有人送了一大堆的鱼来到寿丰教会，希望牧师能够分享给教会的信徒。我妹妹看到这些鱼，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想想这些鱼可能对陪读班的学生有帮助，所以他们决定趁在围炉之前，把这些鱼送去给所有的陪读班家庭，刚刚好每个家庭分到2条鱼。这样子，年也过了，开学也开学了，陪读班也开始了。在一个陪读班开始的下午，当我妹妹在陪着小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她突然看到窗外远远的地方有一个老人骑着脚踏车，脚踏车前面放着一个塑胶袋，摇着摇着，慢慢骑到教会的门口。所以她走到门口的前面，看着他老人说：“请问这位先生你好，请问我什么可以帮你的？”这老人就看着他说：“你是牧师吗？”我妹说：“对啊。”他说：“我是某某某小朋友的邻居啦。”然后我妹就说：“是哦，是有什么事情要我把他叫出来吗？”他就说：“不是，我要把东西拿给你。”就把脚踏车前面的塑胶袋，普通的塑胶袋拿下来递给我妹妹。我妹妹看着里面包了很多报纸包起来的东西，然后她就笑着，可能想说可能是过年剩下的糖果或饼干要去分享给陪读班的小朋友，她就很高兴，就看着她说：“谢谢你这样子。”她说：“没办法啦，谁叫我在过年期间那一个小朋友送我1条鱼啦，而且还跟我讲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我既然吃那么1条鱼没办法，那只好我的东西跟你们分享。”我妹妹不断跟他谢谢，然后他就开始诉说着这小朋友的改变，从以前多调皮捣蛋到现在多懂事，甚至会讲到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个老人就说他从来没有跟一个小朋友分享过东西，所以他决定要分享给教会。我妹妹不断的感谢情况之下，拿着塑胶袋，这老人掉头就骑着脚踏车，还是摇晃着走了。我妹妹走进教会以后，顺手就把这个塑胶袋放在干事的桌上，回到教室里面继续教着小朋友的作业。没有多久，突然听到干事在隔壁的房间尖叫了一声，大家冲到干事的桌前，发觉干事把那个塑胶袋里面的报纸打开来，里面满满的钞票。干事手颤抖着问着我妹妹说：“这钱从哪来的？”我妹妹说：“某某小朋友的邻居说吃我们1条鱼，然后不好意思，所以奉献给我们。”他们大家就开始算着这个钱。你们知道总共有多少钱吗？70万。1条鱼70万。不是什么名贵的鱼，只是普通的无国鱼吧？1条鱼70万。这是发生在寿丰教会所有被祝福的故事里面的其中之一而已。在水深之处，西门、彼得昨夜去过，但是打不到什么鱼。在水深之处，寿丰教会只剩8个人，面临要关门。再一次来到水深之处，西门捕获的鱼很多，网险些裂开，甚至可以分享给另外1条船，让2条船围到的鱼可以满到2条船快要沉下去。再一次来到水深之处，寿丰教会的信徒不止人数倍增，得人如鱼，甚至于建了一所新的礼拜堂来奉献给上帝，而且在社区做更美好的工作。
不禁让我们想到，为什么在水深之处可以有这么多满满的祝福呢？因为有耶稣同行。耶稣用简单而且没有什么道理，甚至带点命令的口气，对着西门说：“把船放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一种邀请，也是一种试探，在试探你的心，也试探你对生命最后的底线。通常我们遇到这种试探性的邀请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像西门彼得回答的第一句话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常常准备了很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为我们的人生，在为我们的一件事情在努力的时候，可能得到的结果不是我们所想的，或是甚至于没有什么结果。就凭耶稣这么一句话，把船放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就去做吗？放弃其实是最简单的答案，因为要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要去面对这些困难，其实需要的是胆量，需要是勇气，需要对主的信心，而且要对生命的有热情。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再翻转一次。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他在发表第3个千禧年的文告的时候，特别用了一个题目，就是我今天的题目 "Duc in Autumn"， Duc in Autumn， 来勉励世间的人从悲伤忧愁中再一次站立起来。只要你对过去充满着感激，对现在充满着热情，对未来充满着信心，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去面对你的挫折，去面对你的困难。之前耶稣怎么跟西门在一起？今天耶稣同样会跟你在一起，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所以 Duc in Autumn，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给自己再一次机会，面对自己的困难。Duc in Autumn， 把生命开到水深之处，再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去面对你的挑战。Duc in Autumn， 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去完成神交代你的使命。除了给自己再一次机会之外，也给别人再一次的机会，也给这世界再一次的机会。给你什么机会呢？给你自己有下网打鱼的机会。在上一场我讲说下网的意义，用台语解释是最简单的。我要用台语在这边来解释下网，因为下网在台语叫做爬帮，这个帮字其实跟做梦、醉帮的帮是一样，跟希望的望、跟希望的帮一样。醉帮、希望跟爬帮这3个帮是一样的发音，而且意思可以通。所以用台语来说是醉帮就亲像爬帮，总是予人希望。勇敢做梦，努力去撒网，你人生才有希望。用台语说比较顺哦。勇敢做梦，打拼爬网，总是予人希望。咱的人生才有望。所以我们要勇敢做梦，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给自己下网打鱼的机会。神必定准备好丰盛在你的前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其实常常埋怨着人生的不如意，不管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课业上，在你交朋友上面，甚至在你的感情中，你常常努力了很久，但是并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或甚至于什么结果都没有。这时候，耶稣要再一次来到你的生命中，对着你说 ：“Duc in Autumn, Duc
in autumn， in autumn， 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生命开到水深之处，把你的困难开到水深之处，去面对这些困难跟挑战，神必定给你的丰盛。不管你之前的结果是如何，不管你之前是成功或失败，甚至打不着任何东西，今天我们很大声勇敢地回应着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必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西门彼得回答耶稣的第二句话，就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相信神必定准备好丰盛的生命给你们，因为这一次有耶稣同行，到达水深之处，因为神必定在水深之处准备好丰盛的生命。同时别忘记将你们的丰盛分享给其他人，让其他人也有再一次的机会与耶稣同行，再一次的机会下网打鱼，让其他人再一次机会能够满到网险些裂开。我相信这种丰盛生命应该可以陪伴着我们长长久久。玉山神学院已经在成立超过75年以上，在这75年来，我们培养了很多原住民的传道者，他们也回到部落，在部落的教会里面服侍。渐渐的，这一代的原住民牧师，他们一个一个即将退休。照统计来说，2030年的时候，我们原住民的教会里面需要超过200个传道者，所以我们现在训练的传道者是远远不够。加上我们的学校老师也老了，我算年轻的，但是我也不年轻了。我们需要新的，愿意陪着学生做梦、撒网的老师，所以我们学校欠缺的很多。我们正走向我们的水深之处，我们需要你们再一次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能够将你们的丰盛也能够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得到你们分享到你们的丰盛，让我们可以培养出我们的学生能够像西门彼得，也能像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一样，成为耶稣最好的门徒。所以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不勇敢，因为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退缩；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亲口开口跟我们说 "Dug in autumn"， 将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开到水深之处，因为你必与我们同行。主啊，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光荣！求你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更大的勇气，让我们有胆去尝试，让我们面对我们的困难，面对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那里有你为我们准备的丰盛。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前途都交在你手中，这样祷告都是奉主圣名求的，阿们。感谢主，我们透过池总务长来分享很多感动的故事，特别是在花莲，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偏远，但是神的恩典不缺少。那我们长老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传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哈。早期台湾的社会大家彼此都不是很富裕，所以呢，我们的教会从早期开始就是有一种分享的概念，所以我们可能新来的会也会觉得说，怎么长老教会老是有什么奉献主日？其实这个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知道我们早期啊，在乡下，不是有那个，比如说喜宴啦，或是板凳啦，那板凳大家都是把家里的椅子、桌子都拿过来，到你家的大庭院去，然后大家一起分享啊，有的出钱，有的出力，然后让这个家庭的喜宴能够非常的丰盛。那大家包红包也是一种互助的行动那所以台湾人这种很有温馨的文化也分享到我们教会来。所以我们长老教会我们不像我们有一些别教派的牧者，他们教会的奉献其实有时候只有一笔就是我11奉献，然后这些费用由教会去统筹。但是我们长老教会比较不一样就是有什么主日啦，什么主日啦可能最大印象深的就是神学院的主日，有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包括我们的这个圣经学院这样子所以就是意思是一方面让大家一起关心这个学院的需要，一方面也了解，因为透过报告分享，知道这个学院的发展的情况所以鼓励兄姐，如果你对神学院的这个事工有感动我们周报里面夹有这个奉献袋，按照你的能力来做奉献，来关心这个学院他们的发展当时总务长也报告说，学校除了遇到震灾很多损坏要花钱修理以外，那学校的经费、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学生这样的栽培都需要很多人的关心。我们为他们代祷，也为他们做奉献。这时候我们要唱一首我们很熟的诗歌，就是《基友朋友就是耶稣》。那这首诗歌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华语的你已经会背了，因为那个是我们常唱的《耶稣恩友》。但是今天我们唱的版本呢，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国语圣诗的歌词那我们一边坐着唱，这些歌词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帮助。是国语的好。耶稣是我真挚良友，担当罪过与患忧，何等奇妙珍贵恩典，万事带到主千秋。我常错失真正平安，许多痛苦不须有，皆因各样的劳多，未能来到主天久。有时遇见试探引诱，有时郁闷多忧愁，千万不要灰心失志，万事都当向主求。岂有别有的存在的？我们唱周报里面的才正确。当知真是我们专着，将一切想将他。周报里面的歌词才是正确的。第3节。有时感到力不从心，万如重担压肩头，救主依然是避难所，让我坦然向他求。激活朋友必是利器，仍有耶稣做良友。
在主怀里的梦无忧，喜乐平安到永久。经典的诗歌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刚刚可能是第二节啦，第二节有一些是台语的没有改过来。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心灵上的护佑跟帮助。我们为几件事情来公祷代祷。第一个，我们为玉山神学院他们的事工来代祷，特别是神学生的学习、牧者的培养、老师的造就，以及整个院路的发展，求神亲自预备，让这个在花莲寿丰乡的神学院成为原住民一个光明的灯塔。许多的牧者从那边培养到偏乡部落，到山上，成为神的工人，来造就许许多多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第二个，我们为教会要推动的事工来代祷。我们在6月21到23号举行培灵会，我们有4场培灵会，2场造就会，要透过嘉义荣美长老教会的牧者来勉励我们，求神预备，让我们彼此都得到满满的祝福，满满的恩典。我们也为主日学要在暑假7月18到21号举行夏令营，求神预备，让这个小朋友的造就在这边得到很好的培养。我们也同样小朋友的聚会48国子学员要在暑假举办5-6个礼拜的一个活动，愿神能够预备这些小朋友来到教会得到好的安排跟照顾跟造就。我们也预定在下礼拜6月16号举行门徒学校的激励分享会。我们这一次的门徒学校很多学员很认真在学习，即将6月16号来举行结业式，愿神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我们最后也为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有遇到病痛的身体欠安的，特别是有癌细胞攻击的，求神赐下医治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周报有我们教会的兄姐他们的家人安息了，求主亲自安慰这些家庭，让他们在困难当中有神的帮助。我们也为自己所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这个时候无论是开口或是静默，我们一起同心为这些事情来代祷。谢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你的喜乐平安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将一段时间交到你手中，求你赐下你的恩典，让这个学院的发展能够更多的事工，能够多的帮助，大大的发展，大大的得神的祝福，让能够许多优秀的牧者从那边的培养到各地去宣扬你的福音，来照顾牧养羊群。我们也为教会推动的事工来代祷，无论是培灵会主日学48所招生的小朋友的属灵夏令营，还有我们教会所要推动的圣工，求你亲自来保守，也为教会的病痛的兄姐代祷，求你赐下的医治在他们身上，让神的医治大能在他们身上显现。有遇到亲人失去的，求你安慰他们这个家庭。感谢赞美你，谢谢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今天透过玉山神学院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关心，一起来代祷，愿神亲自保守，让神学院在许多困难当中，只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开到水深之处，看见神赐给我们几乎网破的鱼，再给我们丰盛不缺乏。愿神赐福神学院的师生以及所有的院路的发展都能得神的保守。主，我们为教会推动的圣工来代祷，无论是培灵会主日学48的儿童的事工，以及我们教会所推动的门徒学校将结业，愿神的亲自保守，让我们每个人有好的预备跟装备，成为神所重用在50几年来到的时候，成为最好美好的果实，奉献在主你面前。我们也为教会中有遇到病痛的兄姐，求你赐下你的医治，特别是有癌细胞的攻击需要种种治疗跟敬仰的神求你的大能亲自跟他们同在，让他们永远抱持的盼望、喜乐跟信心，得着完全的医治。我们也为教会
弟兄姐妹当中有失去亲人的家庭，求你施下你的安慰跟扶持在他们身上。感谢主，在这个天气变化有下雨的情况，求神保守我们出入都平安，也让我们的再来一周的生活工作、家庭都得神的保守。感谢赞美，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一次：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篇51篇第10节。这时候我们来报告，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个礼拜的诗会人员是郡君执事，其他我们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来看这张服侍表。那我们来翻到我们的周报的第4页。第一点，我们本主日是我们的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再次特别感谢池一平总务长前来我们教会做信息的分享、请安跟报告，也持续请大家为了玉山神学院在传道事工以及他们接下来许多的硬体的一些维护的募款，那我们一起来为他们代祷。第二点，本主日也是我们总会定的环境的主日，那我们也持续为了我们所有的生态所有的这地球的一些环境，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维护我们这片土地。第三点，本会在6月21到23号举办我们2024培灵的造就会。下面有造就会的时间跟主题，从我们礼拜5的晚上开始，一直到我们礼拜天的上午。那在特别要提到6月22号礼拜6上午有我们长职还有我们的团队首长，还有核心同工的造就会。那因为我们的潘牧师会先需要我们的参加的人员先做一个性格的测验所以请6月22号礼拜6上午那一场次的造就会的报名人员要先跟我们办公室这边做一个报名的部分第4点，代祷团的一个讯息，我们第2集的祷告的树的见证集，那我们现在在持续邀稿当中。
那请你在这个过程有感动要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写稿的部分。那详情也请向我们的秀婉干事。第五点是我们之前有报告过的我们的交通、机车、汽车的一个车牌的登记。第六点，6月16号主日的下午4点半有我们门徒学校的结业激励分享会。当天下午还是有我们的课程。那4点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会，又会邀请我们刘进展牧师前来分享跟激励那也请我们的学员、讲师跟现任的长职预备心参与。第7点，主日学在7月18到21举办我们的夏令营，我是 EQ 小主人。那这个是现在还没有就是1年级到6年级的我们的孩子都欢迎他们可以来参加。那我们主日学的校长跟老师也预备非常棒的课程，那我们这边一起来鼓励我们的学员来参加。第8， 48果子学院的暑期班的招生，那这个也是非常丰富的课程，他们的时间也更长，从7月8号到8月16号，每周1到周5，为期6周这样的一个陪读。那是国小升3年级跟4年级的孩子，名额只有15位，那额满为止那费用是免费。那也请所有的兄姐继续为我们这个果子学院的暑期班的课程来做关心跟带导。那第11点，这边有几件事情需要我们做关心带导的部分我们本会沈幼熙姐妹的母亲沈张金姐妹在5月26号安息别世，他们会在6月5号礼拜3的上午11点半在高雄市有举办追思的告别会。那因为他们的家族许多的家人还没有信主，那我们持续为他们代祷，求主赐下安慰的力量给他们的家人。我们翻开到我们的第6页，本会庄永清弟兄的父亲庄水柱先生在5月29号安息别世。那他们是定在6月5号上午8点在新营举办家庭的追思告别式，也求主我们持续关心。另外一个是我们喜乐小组真如姐妹的妈妈杜月云女士，她在昨天也是一样安息别世。目前他们还在讨论告别式的一个时间跟日期。那我们请所有的教会的兄姐我们一起为他们真如还有我们建伟弟兄他们所有的家人一起来关心代祷。第12点，我们下礼拜有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也请大家预备心。第二个是我们第2季的长职联席的会议，目前我们定的时间会以牧师这边公告最后的时间，在6月底这边公告的时间为主。好，以上先报告到这边，接下来请牧师做补充报告。好我们感谢主今天虽然下雨，但是大家都不受影响，特别来到教会做礼拜还请大家在下雨天出入特别骑机车小心能够平安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池怡平总务长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从花莲来昨天晚上就要住1晚了很难得这个路程很遥远，我们再次谢谢他，拍手谢谢他。好，谢谢。那刚刚我们的消息，我们的诗会已经非常详细报告，我做一点补充就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培灵会的这个当中有一个全职，就是核心同工的造就会。那因为这个潘牧师他们的名额大概可以100个左右，所以除了我们在各单位的首长、小组长事奉团队队长之外，你们可以邀请几位核心同工一起来报名。为什么要报名？刚刚已经讲过，就是因为要做一个人格的测验这样了解你的平常的自己的风格跟个性这样以后我们同工会比较
顺畅一点啊，所以请大家最好在下个礼拜前能够报名哈，无论透过群组啦，或是你自己的单位来报名啊，我们能够安排你来做一个测验，很简单的啊，不用花很多时间，但是要回去做整理统计，或是做一个检测哈，这一点比较需要帮忙的。好，另外就是我们这个48果子学员哦，它名额只有15名了哈，那我们请大家来来介绍或是来推荐这样的小朋友哈，而且它是要6周哈，时间不长不短哦哈，需要能够全程参加的是最好啊，无论是教会的小朋友或是我们社区的小朋友，鼓励大家哈来参加来报名哈，而且是免费的啦。我们谢谢48他们的用心哈，用心。那刚刚有报告说我们的长职研习会哈，定在23号，是因为原先这个6月16号我们因为下午有那个我们圣门徒学校的毕业典礼，所以结业礼，所以刚好没有办法开会。那23号就是有那个培灵会嘛哈，23有培灵会所以在下个礼拜已经到月底了。那我们刚好想一想说，刚好培灵会结束，下午的2点应该他们客人离开了之后，我们要来开会因为另外月底也有其他的节目，所以小会本来要定在6月底哈，所以这个请长职把这个时间稍微预留起来，6月23号下午。可能客人离开了，所以要慢个半个小时，2点才来开，请大家时间安排预备一下哈。那我们还有2个代祷的事项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激励小组的12位大人小孩，目前在台北进行那个短宣，还有体验还有包括服饰那他们说要把他们最精彩的照片带回来教会再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们平安到达了详细的细节他会透过牧区来报告。那我们为他们代祷，他们的行程生活交通还有饮食气候都能够很顺利了都能够很顺利，愿神来赐福。另外我们有一个比较小组的事工，就是我们小组的50周年小组的事工，我们要在4点要跟李博一牧师来见面，请大家在下一天预备，我们4点在1楼来集合。另外我们那个荣美教会他们很用心为了要带敬拜团，下午也要再来练习一次啦。我们有教会同工在配合他们我们谢谢他们的辛劳，特别远道，特别下雨天从嘉义过来这里来做培训就这个练团那等一下我们这个祝祷结束后，我们有这个庆生会所以我们要请大家留步几分钟。再一次我们要来鼓励我们的提摩太牧区他们今天唱的歌很棒我们真的很希望他们常常唱，好不好？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来。大家很喜欢听你们唱歌了那所以呢多安排几次来分享好，我们这个报告补充到这边，我们来做结束，谢谢。颂龙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扶持、相通、引导，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
感谢主，我们今6月份的寿星，我们是在场的，请你站起来好吗？我们要来唱生日快乐歌，唱华语跟英文的，然后我们要请宣荣姐妹来吹蜡烛，寿星，来，祝你生日，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快乐。英文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请宣总来吹蜡烛，来照一张相啊，来代表来，好，预备，好，开始了，好，恭喜恭喜，好，我们请回座，我们来为他们寿星来祝福祷告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6月份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凤凰花开的季节。我们为6月份的寿星献上祝福祷告。虽然他们不完全都在场，无论在线上或是在外地，我们愿神赐福他们在6月的寿星，每一位都蒙神的恩典，他们跟神走在一起，领受这个祝福恩典的道路，也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无论是生活、工作、家庭健康，都有神特别的保护引导，让他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主耶稣的样式，一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让他们有丰盛的生命来看见神美好的祝福。我们求神也保守在下雨天，我们大家回去的路程都平安，再来的一个礼拜，每一天的行程都有神的保守。我们再次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愿你平安喜乐，好不好？谢谢。好，我们可以到楼下哈，楼下有那个小爱餐哈。